了這是什麼功法，體內竟然沒有半點內力。師妹，師妹，你又在抱怨師傅，你就不怕他老人家收拾你啊？師傅教的功法一點用都沒有，沒有武學傍身，大仇何時能報？讓他跑了！家主之位已經是你的了，為何窮追不捨？你不死，我怎能安心呢？你連自己的侄女都不放過。侄女？我連大哥大嫂都下得去手，更何況你这个杂种呢？是你殺了我爹娘！杀了他！是。你们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老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哎，師傅，那裡有個女孩。她好像是從山上掉下來的。啊，這小家伙竟是萬年難遇的先天修仙聖體呀！什麼？帶他回去，老夫要親自教導他。這功法練了7年了，體內依舊沒有半點內力。為師何時說過這是武學呀？弟子拜見師父。為師傳授於你的本就是養生功法，此功法可強身健體、延年益壽，卻不是殺人技呀。師父，要不您還是教我武學吧？沒有武功傍身，我何時才能報仇啊？為師不會武學，你求我也沒用。況且為師平日教導你，莫要如此苦大仇深。我不管。你既然師父不肯教弟子武功，弟子今日便下山。師父大恩大德，弟子來世再報。哎，師妹，快別鬧了。他要下山，便讓他去吧。把為師的驚鴻劍和丹壺拿上。多謝師父。再見，師兄。哎，師妹，師父，師妹乃是先天仙體，為什麼還要執着於練武啊？這修仙不好嗎？他呀，身懷着大仇，我一個修仙的，哪裡來的武學教他？況且作為修仙之人，吞吐的是天地靈氣，不可插手凡俗之事。這種天道難容之事，會使得飛升雷劫變得無比兇險。當初你有個師弟，就是因為靈氣跟內氣混雜，終生無法成仙，就下山作惡去了。為師算算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會面臨此劫呀。哎，師父，那我呢？你呀，就你這資質，肯定是飛升無望了。所以你之前在凡間中怎麼霍霍都無所謂呀。哎，不是，師父，報仇還是得找北域王家。不知兒時的婚約，他們是否還認？不過這才過去7年，這外面的世界也變化太大了吧？站住！往哪兒跑？王家母，你挺能藏啊，打扮的倒是挺像個鄉野村婦的，老子差點都沒認出來。你們到底是哪路的？竟追了老娘3天3夜！誰叫你不交出倉明神槍？你們是夏家的人。嘿嘿嘿嘿，現在才知道啊，晚了，老子先送你去見閻王。這山溝溝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，你死了沒人會知道。這3人起碼是7品大高手，我一6品，今天恐怕要交代在這兒了。真晦氣，
居然遇上了山匪！救人！好痛！诸位，我不是故意要偷看你们的。江兄，是个毛丫头，要不要杀他灭口？灭口！好汉饶命！我真的只是路过，我什么都没看见的。既然撞见了，那就留下来一起陪葬吧。小姑娘，这不关你的事，赶紧离开。站住！我说了，谁都不准走。诸位好汉，天地良心啊！我真的只是赶路路过而已，而且你们蒙面行事周全，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啊！小姑娘，你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怪你自己。倒了血霉，冲了太岁，今天就一起入土吧！愧为七品大高手，如此可怕的气场。这姑娘怎么跟逛菜市场似的，看起来一点事都没有。受死吧！不好，快闪！哎呀！老夫几时在苦修，乃是9品大高手，竟抵不过这小妞一掌，这不可能！江兄，这小姑娘竟能一招重伤7品之境，那她起碼也有8品之境。你怎麼趴下了？你快起來啊！啊，不是，你不會想碰瓷吧？前輩，我們有眼無珠，還請您寬宏大量，饒過我們吧！對，前輩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大哥給放了吧！前輩，饒命啊！饒命啊！看來他們仨是把我當成高人了，那也好，先混過去再說。以後別讓本姑娘再看到你們，否則看到一次打你們一次。帶着她趕緊離開這裡。是，謹遵前輩的教誨，我們這就走啊！這一切，快走！嚇死我了！他們終於走了。在下多謝高人救命之恩。舉手之勞。高人乃8品之境，要是有他相助，何懼下家？敢問高人，要去往何處？婚否？家中有一嫡子，相貌俊俏，也尚未成婚，嫁給他還能有萬貫家財。長相俊俏，萬貫家財，怎麼樣？不對，夏秋寧，你在想什麼？你可還要去報仇呢。承蒙厚愛，小女子已有婚約在先，先走一步。哎，不知是哪家公子這麼有福氣，娶了這樣才貌雙全的高人。不行，趕緊把這個消息告訴家裡。師兄，江兄，江兄，一想到北域第一高手，北域要变天了。賣燒餅啦！新出爐的燒餅，賣燒餅啦！姑娘，要不要來塊燒餅？來一塊吧。好嘞。來，姑娘。哎，等等，3塊銅板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這就給你。糟糕，我好像忘記帶錢袋了。小姑娘，你不會要吃白食吧？不是的，我是真的忘記帶了。但是我夫君家就在這附近，明天我再補給你啊。休想！不給銅板金的是別想買啊！我都沒吃上，你為什麼要我付錢？你吃了，付錢。我幫他付。好嘞！哇塞，
長得好帥啊，正合我胃口。可惜了，是個瘸子。不過小女子我是不会嫌棄的。下次出门记得带钱袋。謝謝。你叫什麼？本姑娘有錢了就會給你的。不用了。讓開！讓開！快讓開！撤！快讓開！小心！好想這樣子久一點啊。你說什麼？沒什麼。我剛剛救了你，那3塊銅板我就不還了。少爺，你沒事吧？无礙，奇怪，這女子為何看着如此熟悉？爹，是母親來信。你們母親遭夏家圍剿，幸好有高人相助，沒有受傷，正在回來的路上。倒是你，身體怎麼樣了？少爺昨夜在街上舊傷又復發了。哥，沒事吧？已經喝藥了，無礙。都怪夏幽，要不是他下死手，大哥也不至於傷成這個樣子。老爺，門外夏承玉之女求見。承玉兄的女兒，快請進來。是。请。是他？他居然是王富臣。秋寧見過王家主。你就是承玉兄的孩子呀？正是，這是當年的訂婚信物。7年前承玉兄遭歹人所刺，夏家更是傳你意外墜崖。當初確實發生了很多事情。行了，別廢話了。你來這兒不就想嫁入我們王家嗎？我實話告訴你，你想嫁給我哥，門兒都沒有。富明，不可無禮。哥，我只是實話實說，他哪裡配得上你啊？他一個瘸子，我嫁給他我還覺得委屈呢。哎，你說什麼？你再說一遍。小女子確實是為了婚約，我爹和王家主是至交，兒時立下的婚約，說好了成年以後便成婚。但是你卻跳出來咋咋呼呼，難道是欺負我是一介小女子嗎？又不是嫁給你，關你屁事。當年是當年，現在你門不當戶不對，已經沒有資格嫁入我們王家了。行了，你別說話了。夏姑娘說的沒錯，我一個瘸子配不上夏姑娘。哥，你為什麼總是替她說話呀？她不過是一件毫無內力的廢物。再說，即便你現在身體有恙，但憑借我們王家在北域的權勢，她依舊配不上你啊。好了，你閉嘴吧。爹，讓我和夏姑娘聊聊。夏姑娘，你失蹤了很多年，並不知道现在王家的處境不容樂觀。自從承玉叔離世，你離開夏家以後，夏於淵聯合其他家族打壓王家，並意圖將王家吞沒。我這雙腿就是因夏幽而廢，因此我並不想因為這些事而牽連了夏姑娘。我明白了。但是夏姑娘若是有困難需要我幫助，我一定會鼎力相助。幫嘛是會幫的，但你想嫁入我們家沒門兒。哼，我一會兒會讓管家拿些盤纏，你離開吧。是。昨日走得匆忙，竟忘了詢問高人名諱，看來是我們王家無緣高攀人家。夫人，您可算回來了。有位姑娘說要嫁給少家主。哦，還有這樣的事？究竟是哪家姑娘看上我家那瘸兒子？小的也不是很清楚，不過家主正要把人趕走呢。夫人，姑娘，按老爺吩咐的，給你準備了50兩銀子和些許珠寶。我王家素來以仁義傳家，豈能容外人妄議？這些盤纏你拿上，足夠你置辦以後的生活。還不謝過老爺？多謝老爺，求您今日便離開，也謝過諸位。拿穩了就趕緊走。富明，你說話客氣點。夏姑娘，等等。傅晨，你該回房用藥了。爹，您稍等。
夏姑娘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王家的处境自身难保。若是被夏家发现你在这儿，你的日子可不会好过。多謝王公子提醒，我心里清楚，如今王家正處於困境之中，而且夏家也不會輕易放過我們的。所以你最好懂事點，趕緊離開，別給我們帶來不必要的麻煩。我會離開的，但是不需要你在這裡指手畫腳、大呼小叫。哎，你這什麼語氣啊？你什麼態度啊？你拿了銀子就趕緊……是哪家姑娘看上我家那瘸腿的兒子了？娘，你回来了。这是我程玉雄之女夏秋寧，她與父臣有婚約在身，但我當年屬於是酒後胡言，我娘也絕對不會同意這門婚事，你就別想癩蛤蟆吃天鵝肉了。把嘴給我閉上！娘，聽見沒？說你呢，你不看看自己什麼品種癩蛤蟆，你想嫁入我王家？娘，夏姑娘已經廢除婚約，你冷靜點。柳姨，怎麼是你啊？夏姑娘，這位就是我娘。對，你擱這亂叫什麼呢？臭小子，我是讓你把嘴閉上。你打父明幹什麼呀？你把嘴也給我閉上。哎呀，夏姑娘，原來你之前是和我們家父臣定下的婚約呀。來，柳姨，你就是王家母啊？我就說嘛，我們先前相遇，說明我們之間有緣分呀。秋寧自知家世配不上王家，所以我們之間還是沒有緣分。要不你讓晚輩先離開吧。胡鬧！誰說的？他一瘸子，你還配不上他？不是，娘子你把嘴閉上！好不容易有一姑娘看上我們家兒子，你還在這推三阻四的，難道你派他娶到老婆不成？不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那就按我說的辦，這婚必須結，而且刻不容緩，明天就把這事兒辦了。娘，這麼做恐怕會連累夏姑娘。不是，我不同意。夏秋寧就是個毫無內力的廢物，她嫁入我們王家，也就是個吃白食的。要不還是算了吧。秋寧，他們說什麼你不用往心裡去，王家我說了算。而且這樁婚事是你爹生前的遺願，我相信他九泉之下肯定會深感欣慰的。要是有秋寧在，何懼夏家？我還是先走吧。哎，你走了最好。臭崽子，哪有你說話的份兒？這婚約就定在7日之後。不，明天就成婚。順便把洞房也給辦了。這麼好的兒媳婦，可不能讓別人搶了去。在下深知你並非心甘情願嫁給我，那麼從今以後，我們以禮相待，互不相犯。要不是打不過你娘，我早走了。你下半身癱瘓，不想以禮相待，应該很難吧？夏姑娘，請注意你的言辭。你真的沒感覺？夏姑娘，請你自重。真的沒感覺？你腿沒事啊？我所修的是神機機關術，可以借助內力來驅動雙腿，並不像某人是個毫無內力的普通人。你要是再敢亂動，休怪我無禮。好啊，那我們趕緊開始吧。你無恥！誰呀？打擾本姑娘的好事！少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夏家大長老帶人來硬闖，你快去看看吶！
哪路的野狗敢在王家大婚时鬧事？在外面等了老半天，也不見你王家主的身影，還以為你是縮頭烏龜，不敢出來見人呢。夏前琛，你好大的膽子，竟敢擅闖王家，就不怕有進無出，把小命留在這兒嗎？哼，我倒要見識見識你們王家到底有多大的能耐，能讓我有來無回。你當真以為北域是你夏家說了算嗎？敢來這裡找茬？沒錯，我今天就是來找茬的。聽聞王家正在舉行大婚，我就帶着幾個弟子來和你們過過招。要是你們輸了，蒼冥神槍就歸我夏家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前面發生什麼事了？怎麼會夏家竟然辦大婚？來者不善呢？怎麼，王家都是縮頭烏龜，不敢應戰？休想！蒼冥神槍是我王家祖傳的神器，不可能拿來當賭注。你算老幾？我，二位，怕了？比就比，如果我們贏了，東莞城產業歸王家。好，你可別後悔。只怕後悔的是你們。慶兒，你別衝動啊！夏前琛弟子夏浩五品實力遠超我們小輩啊！是啊，娘，這賭注根本就沒有勝算。柳姨，你可千萬不能答應他們。你們王家小輩就這點膽子，連切磋都不敢。王家小輩不過如此，不敢打也行啊，從我的胯下爬過去，就免戰。你找死！死瘸子，很不服氣嗎？你們一起上好了，省得浪費我的時間。可惡，你別欺太甚！夏長老，管管你的徒弟，我們王家能人輩出，僅憑一人就能收拾了你們。柳姨，咱別太張揚，還叫柳姨？娘，咱們得低調點。怕什麼？來，我們擂台上見高下。好，好，好，王家母可比當家的有膽識，在場的各位都來做個見證。今天誰反悔，誰就是孬種。門外的諸位都進來吧，幫忙做個見證。走，我們都去。能觀看此等比武，真是我等之幸事啊！是啊。我有青雲在，你們夏家來一個打一個。看婆婆這麼自信，肯定有後手準備了。王家的，你們誰先來受教？爹，我來打头陣。夏浩可是夏家天赋仅次於夏幽的高手，更是比王父臣的境界高出那麼一層。蒼冥神槍怕是要拱手讓人了。娘，傅明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。你怎麼一點都不着急啊？哎呀，小小的夏家，不足為懼。哎呀，你娘又在說大話了。婆婆這麼有底氣，肯定是留有後手了。傅明，快起来！没事吧，傅明？没事。夏前琛，說好的比武，你怎麼下毒手？哎呀，徒兒，你這是怎麼搞的？大長老，我只是輕輕推了他一下，誰知道他這麼不經打。王家主，看來你家公子功夫不到家呀，還是換個能打得上吧。欺人太甚，我來會你。好帥！那是，我哥可是王家第一天才。這王家是沒人了嗎？怎麼派個死瘸子上場啊？我說你們王家實在不行，就認個輸吧，省得又有人會受傷。叫什麼叫啊？還沒開始打呢。都說我是個廢物，
也罢，我今天让你们见识一下，我这个瘸子是怎么把你们踩在脚下的。父臣双腿虽废，但神机术增进了不少啊！父臣天赋如此之高，秋宁自愧不如。秋娘，你又说笑了。真的，他就这样随便一动，都这么飘逸。甩不过3秒。父臣，快起来！嘿，哎，还不快给你家的瘸子少爷换一个新的轮椅来！你也太卑鄙了，比试而已，至于下这麼毒的手嗎？这就是你们王家的天才少主，天赋第一人，也不過如此吧？依我看，你们一起上，我一个打10个。我看你们王家全都是些草包。今天小爷我开心，你们一人给我磕一个头。今天的比试就到此結束。秋寧，誰說王家無人？你是誰？怎麼沒見過你？本姑娘姓夏，是今天的新娘子。一介女流之輩也想逞能？難不成你就是那個高手？我的好兒媳終於要出手了。還請爹娘主持公道。來，讓我們上。我以為王家藏了什麼高手。我說二位從哪兒找來這麼個滑稽的兒媳？哼，不過就是一個廢物。太丟人了，哪有讓長輩出手的道理啊？啊！夏家如此重傷夫臣，分明就是沒把二老放在眼裡。秋寧，咱們願賭服輸就行，怎麼能讓長輩出頭呢？你看你挑的好兒媳。哎呀，你們小輩切磋，我不好出手呀。啊！沒人應戰，你們就把蒼冥神槍交出來。且慢！我王家還有一人未露面，他身法如驚鴻掠影，掌風可撼天動地，僅憑他一人就能讓你徒弟慘敗。哼！王家難道又有天才橫空出世了？不知道啊，沒聽說過呀。娘，這人是誰啊？哎呀，你娘又在說大話。唉，此人便是我的好兒媳。娘，我不行，我什麼都不會啊。哎，娘，秋寧她真的不適合。娘，你要想替大哥休妻的話，也不用這麼折騰人吧？胡說什麼？秋寧啊，你隨便露兩手，收拾那個夏浩，綽綽有餘。可我根本啥都不會呀。娘，我就學了幾年養生功法。娘信你。對手太弱了，我不想出手。臭婊子，你說誰弱呢？有本事上來！這架勢，我上去不得被打死？娘，要不還是你上吧。秋寧，你行的。不行啊，娘，你別推我，你來。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。別客氣，你來。我相信你，你上。娘，和他在搞什麼？哎呀，全亂套了。不行的。磨磨蹭蹭，不打就認輸。要不，乾脆跪下求饒。且慢。青兒，娘。秋寧啊，娘受傷了，上不了台，現在只能
能靠你了。我这么狠的吗？那要不我也给自己一掌？三娘，求你再不出手，沈江可就保不住了。婆婆肯定留有后手，不然也不会让我上。那好吧，求你，全靠你了。我说二位从哪儿捡来的儿媳？站都站不稳当。娘，这不是让秋宁去送死吗？娘肯定是想为了给你休妻找借口，借夏浩的手解决掉他。为父觉得傅明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你们休要再胡说。怪了，你身上怎么没有半点内力？难不成想藏拙？不对，你根本就没练过武。对啊，我就是一个废人，要不我还是先下去吧。给我站住！上了擂台，哪有下去的道理？王家的儿媳妇儿竟是个无法习武的废物。这姑娘要倒霉了，怕是要血溅当场啊！爹娘，快叫停比武啊！慌什么？秋宁自有手段。娘，你若看不上她，当初何必答应婚事？她要有什么闪失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哎呀，你就信娘一回。原来如此，这一招借刀杀人妙啊！夏长老，要不然我们再开一盘，我压你徒弟输。除非是天塌下来，浩儿怎么会输给一介女流的废物？哼，好啊！若是你徒弟输了，就再送王家一座城池产业，如何？不是，娘，你疯了！庆儿，别赌了，家底儿都要被你败光了。哎，赌就赌，如果你儿媳输了，就送给我夏家一座城池的所有产业。秋宁，放开手脚，不要留情，打死了算我的。亲娘啊，站台上的是我，你怎么比我还自信啊？等下开打你就往下跳，我会接住你的。还是夫君靠谱。回去吧。小娘子，念在你我同姓的份上，我先让你打一拳。那你说话算数，别反悔。来，我站着不会动的。磨磨蹭蹭干什么呢？动手啊！拼了！这掌风真是撼天动地呀！你们这儿媳妇儿，哎，也是挠痒痒的一把好手啊！苍明神枪，看来啊是真要白送给夏家喽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娘，你看到没？秋宁根本就不是夏豪的对手。不可能，难道我看錯人了？可我分明親眼看見他一拳打翻7品高手。小娘子，你這手挺軟和呀。娘，我都跟你說了我不來了，你看你非讓我上，我就要完蛋了。小娘子，你如果陪小爺睡一覺，我就放你下去。夏豪，你找死！你這個長相我不感興趣啊！倒胃口，呸！臭婊子，我讓你嘗一嘗長虹槍決的厲害，免得你說我不尊重這場比武。一場切磋而已，你沒必要這麼認真吧？你們這兒媳婦有福了，長虹槍決可是我徒弟的絕技。完了，夏秋寧可能要4分5裂了。你們王家現在要是磕3個響頭認輸還來得及，別到時候人沒了，後悔莫及。爹，快讓秋寧下來吧。你娘不讓，我能有什麼辦法？誰強誰弱，還說不準呢。娘，既然如此，浩兒，你就別手下留情，廢了他。且慢！娘，你想通了？有救了！現在認輸已經晚了。哼，
誰說我要認輸了？老娘要再加注，加一座城池產業，賭你徒弟輸。娘，你瘋了！庆兒，你这是要幹什么呀？还加注？这下我失手都不保了，娘！好，浩儿，把他碎尸万段！臭婊子，去见阎王吧！我体内的内力怎么溃了？不可能！你可别碰瓷啊！我什么都没做。不可能！我全身经脉尽毁，体内还有一股奇怪的气流在亂竄。难道是因为你这個小婊子？浩兒，怎麼回事？夏浩怎麼突然倒在地上了？死了！死了？我也没眨眼睛。哼，我就說嘛，老娘從來不會看走眼，更何況是我的好兒媳。難道他真的有所隱瞞？夏前琛，這次比武你們輸了。不對，我徒兒全身經脈盡毀，絕非你兒媳所為，而是他因長虹槍訣走火入魔所致，所以這場切磋不作數。是我想多了，不過他沒事就好。切，我還以為夏秋寧那個廢物多少點用。哎，再對你嫂子出言不遜，我就抽你屁股啊！夏前琛，你徒弟走火入魔倒在擂台上，說明技不如人。既然如此，便是輸了，哪有那麼多歪理？我說不作數，便是不作數。不過，我徒兒要走火入魔，你這婊子也脫不了干係。和我有半毛錢關係？明明就是他自己不行。要不是你言語挑釁，浩兒他也不可能使用長虹槍訣，更不可能走火入魔。什麼歪道理啊！你個老東西，別往別人身上潑髒水啊！今天無論如何，你必須要給我徒兒陪葬。秋寧，快閃開！什麼？這絕對不可能！什麼？這絕對不可能！想不到才過去半年，你的修為竟然提升如此之快！夏前琛，小輩比武，你懺悔什麼？是這婊子害死了我徒弟！別血口噴人了，明明就是他腎虛，練功走火入魔了。臭婊子，你把嘴巴放乾淨一點！夏前琛，要麼派人上擂台，否則切磋到此結束。爹娘，依我看啊，夏家弟子是沒有這個膽量繼續比武了。哎，哥，他們除了夏浩之外，其他這些人都是歪瓜裂棗，我一個人全給他幹倒。你們別欺人太甚，帶我回去一趟，回來再與你們較量。哎，人在江湖，誠信為先，先把賭注兌現給王家，再走不遲啊！痴心妄想！長老，你沒事吧？夏前琛，這麼多年你修為沒有半點長進，夏家簡直就是個笑話。欺人太甚！張子夏和陳岩就在附近，你再不交出蒼冥神槍，你們就等着被滅門吧！張子夏和陳岩乃是9品大高手，不是我們王家能應付的。你們現在後悔晚了。
看来夏前琛那边不太顺利啊。还不是上次让柳沁给跑了。要不是咱俩戴着面具乔装打扮，说不定那娘们肯定认出咱俩来。哼，上次因为有高人在，让他逃了，这次他死定了。上次那个绝世高人，哎呀，身上没有一点内力，也不知道修的是什么功法，简直太可怕了！北域竟有如此高手啊！哼，我这輩子都不想見到他。走。娘，张紫霞和陈岩是何许人也？我也从未見過，只聽聞他們是九品高手，不知為何會幫夏家。2位九品大高手，王家這次恐怕是要被滅門了。這王家全部人加在一起，也不夠二老打的呀。對呀，這……現在我們要趕緊離開才是。傅晨說的對，秋寧就算再厲害，畢竟也沒有成長起來，現在還不是他們的對手，先走為上策。切，說的好像他真能習武似的。閉嘴！秋寧，我們先離開這兒，你現在還不是他們的對手。哦。站住！你剛才不是很狂嗎？你現在想去哪兒？這是我們的地盤，你管得着嗎？哼，小子，你挺狂啊！待會兒把你的手一塊打斷。哎，你個老匹夫，找打呢！娘，給他們一點教訓。夏前琛，別擋道，刀劍不長眼。快走吧你！哼，你們想動我？等張老和陳老來了，你們一個都不會有好下場。那就在他們來之前，老娘先剁了你！我倒要看看是誰如此大膽，竟敢與我等作對。拜見張老，陳老，拜見陳老，張老。他們穿得如此華麗，肯定不簡單。看樣子二位就是張紫霞和陳岩了，你待會兒小心一點。這兩位動動手指就能滅了我們。方才是誰如此囂張，竟敢得罪我夏家的人？二位，就是他們。二位，王家與你們無冤無仇，夏家許諾你們什麼，竟要對王家動手？無須知曉，等下就送你們去陰曹地府。你們現在跪下，從我的胯下爬過去，再交出蒼冥神槍，或許我還考慮饒過你們。你做夢！就算死，也不可能把蒼冥神槍交給你們。明明是你們提出來比武下注的，如今卻出爾反爾。你們果然是北域的敗類。我也沒有出爾反爾，只是你們現在沒有機會拿走東莞城的產業，也守不住蒼冥神槍了。沒想到如今的夏家竟是些無恥狂徒。二位，就是這婊子害死我的徒弟。你是說他？沒錯。張老，請你將這婊子交給我，我定要挖出他的雙眼，打斷他的四肢，把他剁碎了，拿去餵狗。張老，你這是何意呀？前輩，方才沒有看到您，多有冒犯，還請恕罪呀！這怎麼回事？我沒看錯吧？兩位九品大高手居然給你下跪啊！你怎麼沒告訴我呀？他居然藏得這麼深，能讓二位前輩行如此大禮，難不成秋寧的實力不止8品，而是達到了9品之上？而且以前還和這兩人有過交集。丫頭到底是何來歷？竟然讓二位長老行這般大禮！二位前輩，你們是不是認錯人了？我受不了你們如此大禮。對呀，
二位前輩，你們是不是搞錯了？你給我閉嘴！前輩，我們剛才有眼無珠。对，我們有眼無珠。還請您大人不計小人過，別跟我們計較。還請前輩寬恕我們的冒犯呢。能讓2位9品大高手行如此大禮，這個女孩來歷不一般呢。是啊，能讓2位前輩對你行如此大禮，我道兒媳，你真是深藏不露。不過你低調的有點過分哦。娘，我压根不認識他們。好了，我知道，你不用解釋。我真的不認識他们。我知道你不認識，但現在不認識也要裝一下。我們全部都靠你了。當真還指望這個廢物能認識什麼大人物？再敢多說一句，我就讓他們把你砍死。好了，我原諒你。多謝前輩寬宏大量。前輩果真是神通境強者，方才強行扶起我等，竟毫無反抗之力。難不成這丫頭的家世不簡單？長老，我們該怎麼辦？長老、陳老，先前我們可有過約定，好處你們也受了，難不成想要毀約？誰讓你得罪前輩的？我們跟夏家一點都不熟。不僅如此，你今天必須得以死謝罪，來彌補對前輩的冒犯。哎呦，夏前琛，剛才何必那麼囂張呢？就是，你再囂張一個看看！不准殺我！你們要是殺了我，等家主出關，絕對饒不了你們。到時候，你們整個王家都得給我陪葬。哼，簡直笑話！我可是北域老一輩的絕頂高手，還會怕他夏淵不成？哎呀，前輩，今天不僅要把他們東莞城的產業以及2塊地過戶給王家，還得跪地磕頭賠罪。前輩可否滿意呀？行了，別做太過分了，差不多就得了。你放心，我雖然不會武功，但是我還是有點演技的。你們看着辦吧，不用在乎我的感受。放心吧，前輩，我們一定會讓你滿意的。你們要是殺了我，等家主出關，你們一定会後悔的。哼，用不着你替我們操心，到時候夏淵會下去陪你的。到底是誰這麼大的口氣，竟敢殺我夏家的人？夏淵，終於出現。這女子為何如此眼熟？好像在哪兒見過。你誰啊？這是王家，給我出去！家主，你終於來了，他們要殺我呀！王中山、柳沁，許久不見。是夏家家主夏淵，他怎麼來了？夏淵，你竟敢殺害我王家弟子！真的是他，他的樣貌，我就算是死也不會忘記。別衝動，君子報仇10年不晚。我不是君子，我是女子。冷靜點，夏淵現在的修為是9品之境，你還不是對手。夏淵，你敢殺我王家弟子，你這是在找死！哼，9品又如何？等下還不是被秋寧打得跪地求饒？我閉關幾年，倒是讓你們的膽子大了不少。不過這才死了1個人，還遠遠不夠。夏家主，閉嘴！你們2個老東西，收了好處不辦事，想死嗎？夏淵，看在你給了幾枚丹藥的份上，我給你面子，但是你也太把自己當回事了吧？哎，紫霞仙子，不要跟這個老匹夫廢話，讓老子來會會他。怎麼可能？他的修为已經超過9品，在我之上。
什麼？夏渊居然突破了神通境，那岂不是超过了北域第一人江煞？这怎么可能？长老和陈老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神通境比九品还厉害。那是当然，神通境是仙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才过了那么短时间，他已经突破到了神通境。大人的手腕岂是尔等能想象到的？只可惜呀，你们两个老东西自绝后路，没有神通境的命。你们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为夏浩陪葬。夏渊，今天是你的人上门找茬在先。闭嘴！你害死我夏家子弟，这又该怎么算？家主，就让他们跪在夏浩的坟前磕头偿命。都给我跪下！每个人磕3个响头，然后再自废修为和双腿。这样我可以饶你们一条狗命。前辈，我们挺不住了，你快出手啊！我怎么出手？我根本就打不过他。前辈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也是神通境啊！行了，你们别难为求宁了，他哪有神通境的修为啊？就是，他要真有，哪轮得到夏渊在这废话？完了完了，前辈修为在我们之上，却是在神通境之下。夏渊，你别想得逞！大长老，来人！拜见家主，拜见夫人。看来你们王家很不服啊！我王家就算是灭门，也要站着死，绝对不会向你们这帮无耻之徒下跪。大长老，布阵法！拜见夏家主，求大人饶过我们。这，大长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人各有命，他们不想死，难道你们非得让他们死吗？王重山、柳庆，王家命数已尽，唯有向夏家臣服，才能有活路。你个叛徒，我杀了你！你们若是不想死也行，3日之后来参加夏家祭祀。家主，可不能放过他们呀！闭嘴！家主，我自有打算。3日后夏家祭祀，你们若是不来，到时候可不是死1个人、2个人那麼簡單了。夏渊真是欺人太甚，我就不信這天底下就沒人治得了他。夫君，現在除了參加夏家祭祀，我們別無他法。不參加祭祀，夏淵殺回來，我們必死無疑。參加祭祀，就算是九死一生，也許還有一線生機。哪怕是一線生機，只要還有一線生機，我們也要拼死一搏。沒想到夏淵只用了幾年時間，便突破到了神通境。如此之快，令人嘖舌呀！爹，娘，我們還有蒼冥神槍。那把神槍就是塊廢鐵，幾百年無人能舉起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去試一試了。明日早些起，一起去神槍閣。好。你這是在幹什麼？
打地鋪啊！打地鋪，主動打地鋪，不愧是北域好男人。不過本姑娘不需要這樣的男人。賞你的，今天晚上陪我一起睡。你確定？可別反悔啊！本姑娘說話算數。行，那你說話算數。你幹什么？天氣太涼了，我得把衣服穿上。死嘴，赶緊說想繼續看呢，怎麼關鍵時刻就慫了呀？原來某人有這個色心，沒這個色膽。睡覺。喂，你這雙腿是怎麼受傷的？在比試的時候，你堂哥夏幽給我下了毒。哼，那個人他還真是個不是東西的家伙。不過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治好你的腿的。我爹娘找了整個北域，都沒有人能治好我的腿，你就別費功夫了。行了，早點睡吧，明天早上一早還要去神槍閣呢。快起來，跟我一起練養生功吧。它不僅可以幫你強身健體，還包治百病，保證能治好你這雙腿的。你能不能別鬧了？快起來，跟我一起練吧。靜下心來，跟我一起念：虛極靜篤，虛極靜篤，觀竅凝神，觀竅凝神，存一氣於混沌，存一氣於混沌，守黃庭以報元，守黃庭以報元。這功法竟能調動如此濃郁的內力，看來真的有用啊！你在幹什麼？我能站起來了，不靠神級術，我能站起來了。啊，你看，你別告訴我，你練了一晚上，腿還沒好啊？幾年都沒治好，一晚上治成這樣已經很不錯了。我先把這個好消息告訴我爹娘啊。一晚上都沒領悟師父的養生功，看來他的天賦比師兄還差。你是說秋寧教你的養生功，你練了一宿，腿就自癒了？沒錯，雖然說沒有能夠徹底恢復，但已經能夠行走自如了，而且我的修為也有所精進。竟有如此奇效，那秋寧為何一直修行卻毫無進展呢？那還用說，他就是個不能修行的廢人唄。
哎，说什么呢？娘，大哥打我！你要是再敢说秋宁的坏话，就家法伺候。哎，真可惜了，这秋宁有此奇功，却不能修行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秋宁的。他好像不太需要你保护。你们在聊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那个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去神枪阁吧。走。昔日王家能为北域第一家族，靠的就是这瓶苍冥神枪。苍冥神枪真有那么大威力？那是自然，它可不是普通兵器，持此枪者能够领悟奥秘，汲取力量，成就神通，称霸一方。只可惜300年来，再没有人能破阵拔出苍冥神枪。若有一人能拔出此枪，何惧他下冤呢？这股力量，此阵法是神通境强者所布。这阵法乃王家老祖所用，老祖便是神通之境。那神枪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咱们赶紧開始吧。哼，說得這麼自信，好像能拔得出來似的。肅靜。切！你們誰先試試？不如就讓我先來。蒼冥神槍雖然是王家祖傳，但是事到如今也管不了那麼多了。張老請。子祥，小心！没事吧，子祥？竟連長老都進不去。這陣法不只看修為，更考驗資質天賦。下一個誰來？我來。这神槍竟有如此威力啊！兩位九品修士的資質都入不了神槍的眼，難道非得神通境才行？蒼冥神槍是神品，常人難以撼動。你們還要嘗試嗎？那個，兩位前輩都不行，我修為低，我就不試了。哎，我哥天賦異稟，或許可以。此事關乎王家存亡，我必須要試試。一下走了3步，看來傅晨的天賦不比二老差呀。第4步了，莫非王公子的天賦在我等之上？這真是難以置信吶！不愧是我王重山的兒子。再走6步就能摸到神槍。哥，怎麼回事？不好，這是神槍發威，再往前走，恐怕就有生命危險。傅晨，命要緊，別逞強。是啊，不能放棄，拔槍才能救王家於水火。
行！傅晨，快下来！我绝不放弃！傻孩子，别硬撑啊！糟了，江陵贤妹，谁也救不了他，他马上就会魂飞魄散。哎呀！秋宁，你快救救他！我吗？莫非婆婆有底牌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！终于要出手了！你来做什么？这里很危险，快出去！你娘让我来救你的，她有底牌保我们。夏秋宁不要命了吗？我哥和2位长老都进不去，太监没有修为的人，凭什么？肃静！连前辈都看不上，这苍冥神枪，眼睛是真瞎。婆婆用了法器，我就没受半点伤。别留在这会死人的，快走！你也知道留在这里会死人，那你刚才冲进了，要不是为了救你，谁陷进了？你这里不安全，出去等我。傅晨，秋宁呢？他还在里面。完了，他恐怕凶多吉少啊！惊动江陵，总有人要留在这阵法里呀。神枪的此等神力，若是我等触碰，也会顷刻间化成血水。娘，你不是还有底牌吗？快拿出来呀！我最大的底牌就是秋宁啊，哪还有底牌？哇，世界上竟还真有凤凰！小辈，速速离去！此等机缘，岂是你能够沾染？你以为我想来？但是来都来，不拔出神枪，岂不是亏大了？哼，有点胆量，本尊让你死个痛快！这股力量怎么会无法靠近？神枪，借我一用。等会儿，这阵法的力量好像变弱了。夫君，现在阵法变弱，正是我们进去的好时机。2位前辈，跟我们一同进去吧。好。哎，哥，你就先别进去了，你受伤了。爹娘，你们怎么进来的？秋宁，你没事吧？没有伤到哪儿吧？我没事，我好着呢，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，那只凤凰消散了。什么？凤凰乃是神枪守护灵，之前可从未溃散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秋宁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而且娘会护着我的。不行，我带你去找郎中。哎，你撒手！瞎操心，秋宁没事儿。娘，以后这种事不要让秋宁再冒险了。瞧不起谁呢？瞧，这是什么？这拔出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得意什么？要不是爹娘和2位前辈进来救你，恐怕你早就死在里边，更别提拔出苍冥神枪。哼！傅明，少说2句。我哪句说错了？行了，无论怎么样，秋宁也是100年来拔出神枪第1人，你们
是從哪兒招來的兒媳婦？竟然有如此天賦！方才真是秋宁逼走了枪灵凤凰。庆儿，庆儿，王老问你话呢。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啊！柳沁走了狗屎运，竟能招前辈当兒媳婦。早知道我也把我兒子带來，說不定也會被看上。哼！等下，你們快看，蒼冥神槍有情況。怎麼會這樣？蒼冥神槍的力量在消散。難道它壞了？不可能！蒼冥神槍乃是世間神品，即便是仙人也難以破壞，更別提這斷了！斷了？不是，我沒用力呀，它是劣質品吧？斷了？怎麼可能？真粗之寶，怎麼說斷就斷了？王老，您悠着點，為了這個殘次品，您沒有必要傷身體啊！這絕對不可能！老夫，我鎮守這神槍閣100餘年，這槍絕對是千真萬確，就是老祖留下來的傳世之寶啊！啊，那糟了，你的老祖怕不是也被人騙了？王老，神槍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？我也不知為何，這蒼冥神槍毫無神力，依然是廢鐵一塊。這麼說，他一點用都沒有了。沒了神槍，那夏淵怎麼辦呢？切！我就說夏秋寧，你怎麼能拔出神槍？原來槍內力量早已消散，否則以你的實力，恐怕早就魂飛魄散了。前輩，在下宗門內有一件神器，或許能夠對付夏淵。我跟陳兄回去取，過2日夏家祭祀上見。那就多謝2位前輩相助了。諸位告辭。啊。夏秋寧，看到了吧？這倆已經臨陣脫逃了，光會耍嘴皮子，沒點真本事，人家是不會跟你拼命的。傅明，回去家法伺候。娘，夠了！柳沁，王重山留下，你們都出去吧。切！王老，有何事啊？这槍可惜了。也許是歲月消散了槍中神力。這槍內明明還有神力。原來如此，你兒媳婦究竟是何許人也？王老，此言何意啊？她竟能鎮住神槍的神力，要知道，即便是北域的第1人夏淵，他也做不到。啊！照您所說，只要有秋寧在，我們家就有救了。那2日後還是神槍嗎？不用了，留着過年殺豬用吧。石碑上有字。什么？夏承煜夫婦勾結魔域，謀害夏家，欲引敵侵害北域。夏淵竟然污蔑我爹娘是勾結魔域的奸人，罪不可赦。他確實罪不可赦。秋寧，你冷靜一下。
夏承煜勾結魔人，的確罪不可赦。这位兄弟，你可知这石碑是何人所立？如此下作的手段，还能有誰？哟，这王家的死瘸子怎么又站起来了？王伯、柳爷，这石碑是我父親所立。为什麼？你就是這死瘸子新娶的娘子吧？我知道，王家以前和夏承煜關係很好，只可惜他勾結魔人，殘害同僚，罪該萬死。我立此石碑，只是為了警示後人。胡言亂語！秋寧，你先冷靜，不能暴露身份。死瘸子，你最好管好你娘子的嘴，再胡言亂語，小心我把他舌頭割下來餵狗。看這模樣，倒讓我想起夏秋寧那個婊子，賤人的女兒，也妄想坐這家主之位。你勾結魔人的，分明是你父親夏淵。睜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站在你們面前的正是你們曾經的家主。你也可以親口問一問，當年的事實是不是這樣？娘，夏秋寧，你他媽家沒死！娘，你這是做什麼？你這讓秋寧去送死啊？是啊，夏幽和秋寧水火不容啊！別擔心，我自有打算。娘，我信你，你可要保住秋寧的小命。夏秋寧，真是讓人意想不到，你竟然還活着呢！托你爹的福，當年山崖底下有條河，沒摔死我。沒死才好。這次我要親手把你折磨致死。夏少，夏秋寧就是個廢物，您想殺他，簡直是易如反掌。哼，不是吧，夏秋寧，你年近20，竟還是空無一身修為，真是個廢物。我就算在街邊隨便找個乞丐，恐怕都能打得你滿地找牙吧。我要是他，恐怕都沒臉再活在這個世上了。夏幽，你爹害死我爹娘，你還力背羞辱，你不怕遭報應嗎？還有這件事兒，我問問在場的諸位，夏承煜是什麼樣的人，諸位心裡應該都清楚吧？夏少，誰人不知這夏承煜那個狗東西勾結魔人？是啊，這夏家的臉面都讓你給丟光了。你們這群趨炎附勢的軟骨蝦，只會阿諛奉承，難道要拋真相於不顧嗎？什麼真相？我夏家就是真相。況且，誰認識你是夏秋寧？誰認？沒人認識啊。不過我給你們個機會，你我切磋，你贏了，我便放你們走；你輸了，便死。好啊，這可是你說的，你可別反悔。娘，夏幽可是6品之境，這是讓秋寧去送死啊！死瘸子，要不你和我打一場，要不然我把你的腿再打斷一回。啊，既然娘同意，肯定有後手。我同意切磋。柳青，夏少可是6品高手，你就準備好被他收屍吧。哼！娘，夏幽和您同境界，秋寧恐怕打不過他。哎，說的好像他打得過誰一樣。要我說，2位9品前輩都不在，咱們還是低調點。閉嘴！放心，秋寧對付他輕而易舉。口出狂言！你待會兒看他怎麼死！哎呀，柳青，你指望這廢物翻盤，哼，簡直是異想天開。夏秋寧，聽見了嗎？我可是6品修士，你現在自廢四肢，挖眼求饒，我或許還能饒你一命。哼，我夏秋寧跪父母，跪天跪地跪恩人，不會跪你這個牲口。你，哼，很好，如此，
我也好安心杀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在你父母死的那晚，我也在这。我呀，还有幸踩断了他们的双脚。哎呀，尤其是你母亲，她当时跪着求着哭着跟我说：“求求你放过我的秋儿，他只是个可怜的孩子。”你这个畜生！哎呀，別怪我們狠心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是個女人，還是個毫無習武跡象的廢人。哼，竟也妄想坐上家主之位。現在我就送你下去見你爹娘。秋宁，你能行的。给我死！怎么回事？这等恐怖剑意，没想到秋宁的剑道已到如此境界。这威能足以裂天断地，秋宁这麼厲害，難道他之前一直在藏拙嗎？這廢物竟然能使出這麼恐怖的劍氣！不，這股劍氣不是真的。娘果然留有後手。記住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給我滾！尤兒，尤兒，爹，夏秋宁用陰招殺了他。不是說夏秋寧是個廢物嗎？剛才那股劍氣，恐怕連七品都接不住。難不成他之前都是裝出來的？秋寧，沒想到你的劍道也如此了得呀！藏得挺深啊。那個嫂子，之前都有得罪，別見外啊！不是，你們搞錯了，不是我幹的。秋寧，你別再謙虛了。差點忘了，小輩之間比武，婆婆不能插手。沒錯，是我幹的，和我娘無關。那把劍，本尊祝你突破，坐上家主之位，莫要忘記之前的承諾，那可是本尊成仙的關鍵。是，小的絕不會忘記。一旦有了驚鴻仙法和驚鴻劍，還有造化丹的下落，一定通知魔主大人。最好如此。若遇強敵來犯，摔碎玉佩，本尊定會相助。謝魔主大人，難怪劍氣如此之強，原來是驚鴻劍。真不愧是我的好侄女兒，還真給我帶來了一份大禮。夏淵，你兒子先前說我們贏了對決，便讓我們走。讓你們走？笑話！今天你們誰也不許走！
你们夏家还真是无赖，输不起就耍赖。哼！要不是夏秋宁耍小手段，就凭他这个废物，岂能赢我儿？空口白牙，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。没有证据就是胡言乱语。我夏渊纵横北渊，向来雷厉风行，何须证据？天，杀了他！这么多年，你们父子二人还是这么下作，狗改不了吃屎。秋宁，当年没把你摔死是你命好，今天你主动找上门来，那叔叔我就偿他你。夏渊，动手前最好想清楚了，到时死在秋宁手底下，可别去地府喊冤。老太婆，我看你是人老脑子糊涂了吧？别以为耍花招赢了我就能赢我爹。刘庆，王家亡于你手，现在跪下磕头求饶，当夏家奴隶，或許還能保命。一個女人也敢造次！等一下，老娘第一個剁了你！哎，娘，別胡說。哎呀，娘，咱們低調點。晚了，今天誰也別想活！只要拿到驚鴻劍，魔主大人定會重賞。劉慶真是不知死活，王家注定要被滅門。受死吧！小心！二位高人，你们终于来了。二位，原以為你們不再插手此事，可終究你們還是來了。夏淵，你勾結魔域之人，我等豈能坐視不管？多謝兩位前輩相助。二老曾用劍天鏡鎮壓神通境強者，有他們的幫助，或許有轉機。二位真的要插手此事？7年前，你謀害夏承玉夫婦，篡奪家主，背後全是魔人相助，該當何罪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我所做之事，皆是為天下蒼生之大幸。你們誰有異議？家主英明，夏家主聖明，豈容他人污蔑？你們這些趨炎附勢的軟腳蝦！魔人要私吞北域，你們這些睜眼瞎的還幫他們說話！賤種閉嘴！前輩，不必跟他廢話，今天就拿下夏淵。雕蟲小技！怎麼可能？二老竟無還手之力？我乃神通之境，豈是區區9品螻蟻能對付的？死瘸子，下面拿你開葷！小心！哎呀！這怎麼可能？嫂嫂劍道造詣竟能強到斬退神通境！這等劍氣，前輩的劍道造詣堪稱登峰造極。僅憑一劍，便斬退了神通境，此乃陸地劍神吶！難不成他現在真是靠劍術贏了我？二叔，我都還沒出力呢，你怎麼就起不來了？別碰瓷啊！你爹，沒事，若不是驚鴻劍，他豈能傷我？爹，你說他手裡就是真的驚鴻劍？沒錯。秋寧，二叔，我再給你一次機會，交出驚鴻劍，我饒你不死。要不是這把劍，你怎會有如此劍道造詣？嫂子那股劍氣是憑借驚鴻劍。前輩造詣如此之強，
只是一把剑便有剑神之力，以后我也要这样。我就说嘛，这个废物怎么能拥有如此的剑道？再废物还不是擂台上赢了你徒弟？死瘸子，信不信待会儿把你的腿再打瘸一次？老东西，我看你是想下去找你徒弟了。家主，他手上有金虎剑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神剑赐予你无上剑道，但你再强，终究也是肉眼凡胎。文血鼎，有见识，此鼎能炼化世间万物。切，一个破鼎，你还装上了？有本事你把秋宁装进去啊！娘，你別胡說！哎呀，你娘又胡說了。不是娘，我没這個本事啊。好，我就成全你。不是，你玩真的呀？秋宁，你就等着被化成血水吧！什么？秋宁，你没事吧？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前辈就能一剑碎鼎，当真恐怖！此等剑道，我等穷盡一生也難以企及啊！這魔鼎就這麼碎了？我就說秋寧天下無雙。你怎麼做到的？我也不清楚啊，我就是隨手一劍，那個鼎就碎了。一定是因為師傅的驚鴻劍。爹孫，我們怎麼辦？夏淵，你還有什麼話好說的？若不是驚鴻劍，他豈能毀我焚血鼎？前輩的實力毋庸置疑。前輩，依我看啊，今日就斬了這個孽障。娘儿，夏淵，放了我娘子！你放開我娘！有什麼事情衝我來！交出驚鴻劍，否則我殺了他！秋寧，不能交！沒了驚鴻劍，我們誰都活不了！閉嘴！安靜點兒！靠近裝神弄鬼的廢物！魔主大人可是半步仙人，他若降臨，你拿什麼擋？魔主，好啊！你真的勾結魔域，你這是要置我北域於萬劫不復！我這都是被逼的。此玉佩乃魔主所賜，只要我將玉佩捏碎，魔主大人就會降臨，到時便是你們的死期。等着吧，魔主大人是饒不了你們的。諸位，這下糟了呀！這魔主一來，我等恐怕沒有招架之力啊！魔主又是何人？魔主乃半步仙人，在神通境之上。100年前受北域3位老祖鎮壓，才沒有入侵北域。沒想到他這麼快捲土重來。現在3位老祖早已仙逝，世間無人能與魔主抗衡。竟然這麼厲害！娘，你還有什麼底牌？趕緊亮出來啊！我最大的底牌就是你呀！你都不行，我啥底牌都沒有用啊！現在後悔晚了，我已經通知魔主大人了，你們就等死吧！別擔心，殺了他之後，你們一個都跑不了。你敢！恭迎魔主！恭迎魔主！恭迎魔主！這邊是魔主，恐怖如斯。是何人竟敢傷本尊魔使？大人，是他！這雜種不僅打傷我，他還有驚鴻劍。我想，功法和丹藥都在他身上。
那么多年过去，本尊终于找到了小贝。2日后，本尊出关，将3样东西奉上。秋宁，东西交给他。北玉将万劫不复，你不要管我。小贝，若是逾期，你娘和你身邊的人都必死無疑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別晃了，眼都暈了。爹，現在該怎麼辦呀？娘被夏淵抓走了，這不是在想辦法嗎？爹，娘是因為我被奪走的，不如拿我把娘換了。你別逞強，即便你把東西交給他，他也不會放過你。魔主的實力強大，即便是整個北域聯手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對手。以魔主的脾氣，若是我們不去，北域怕是會血流成河，屆時定會萬劫不復。若是將那3樣東西交給魔主，北域依然會萬劫不復，到時候更沒有人能夠阻止魔主。如若3位老祖在世，魔主他怎敢如此猖狂啊！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我假意與魔主交易，而你們借機布置陣法，將他困住。困住魔主？這根本行不通吧？事到如今，你還有別的更好的辦法嗎？我贊成秋寧的辦法。我們也贊同。既然如此，便依秋寧所言，集北域之力，布陣困住魔主，召集北域各大高手，共赴斷魂山，鎮壓魔主。哼！恭迎魔主大人出關，鎮壓世間萬物。行了，都起來吧。謝魔主大人。時日已至，夏秋寧還沒有將那3件東西送過來嗎？大人，現在才過5時，說不定他們正在來的路上。是啊，大人不必擔心，夏秋寧只是一個女人，定是翻不起什麼大風大浪。7年前，本尊捏死他父親，如同螻蟻。如今對付他，自然是易如反掌，諒他也不敢。報告大人，出大事了！什麼事？是夏秋寧帶人硬闖斷魂山，殺死了很多弟兄，還揚言……揚言什麼？快說！揚言要挖了你的祖墳，把你的頭蓋骨當顽石，還說今日過後再無斷魂山。本尊要親手將他給殺了。斷魂山也不過如此嘛，守門的人都如此廢物。前輩說得對，前輩當真恐怖如此，一個9品高手，2個8品，都讓前輩打死了。若是有足夠的時間，前輩日後恐怕能踏足仙人之境。可惜了。前面就是魔主的洞府了，這個點兒想必他已經出關了。諸位，進到裡面，恐怕就只有來世再見了。能為天下蒼生而亡，是我等大幸。看來你們沒有一個人學乖，都等着上門來送死啊！你們來做什麼？趕緊離開！快放了我娘！閉嘴！真是沒想到啊，你還帶了這麼多人來給你陪葬，真讓人意想不到。快把我娘放了，不然你們跟他們的下場就一樣。你要是敢動我，魔主大人不會放過你的。不殺也是殺，殺你一條狗也是殺。再說了，魔主在哪兒呢？給我滾出來！你奶奶，我來了！不好，是魔主來了！未必，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哼，是本尊閉關太久，就你一介廢人，也敢對本尊出言不遜！參見魔主。你就是魔主？混賬東西，看見魔主還不跪拜，找死！我又不是他的狗，我為什麼要跪？你行了，本尊要的仙法神劍丹藥帶來了嗎？帶來了。
但是你得先放了我娘。谁知道你会不会耍花样？住口！把这个娘们给他们。是。娘，庆儿，没事吧，娘？无碍，没事就好。丫头，把东西交出来吧。好，爹，给他。给你，东西接好了。好。诸位，快，别让他逃脱法阵！庆儿，住啊！是。天旋困阵，你们想用阵法困住本尊？做梦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爹，娘，没事。娘，区区天旋困阵也想困住本尊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前辈，你带他们先离开，我等挡住他们。别再做无谓的挣扎，在魔主面前，任何的挣扎都是徒劳无功的。死丫头，敢耍本尊！待本尊拿到仙法，定让整个北域为你陪葬。说实话，我根本不懂什么是仙法，我手裡面只有一把剑和一个葫蘆啊。仙葫，那老东西竟把它給你了。你認識我師父啊？哼，何止認識，我可是你師兄。實話告訴你吧，驚鴻仙法就藏在驚鴻劍之中。仙法？等一下，我練的不是養生功嗎？養生功？我的好師妹呀，你可知驚鴻仙法是仙法，可使凡人退凡成仙啊！你毫無內力，那老東西到底看上你哪一點了？所以我一直以來練的是仙法，難怪師父跟我說他不會武功。夏秋寧啊，老天在戲弄你啊，給你仙法卻無法學成，真是讓人大快人心吶！這7年來，師父日夜指點，我卻毫無長進，看來我真的是沒有一點天賦。秋寧小心！秋寧，前輩！秋寧，這怎麼可能？啊！我竟然一點事情都沒有。我沒眼花吧？秋寧接了魔主一掌，竟毫髮無傷。你沒看錯，這丫頭果然藏了一手。這怎麼可能？能接半步仙人一掌，前輩這實力恐不如斯啊！你沒事吧？沒事。奇怪，我竟然一點事情都沒有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一定是魔主大人沒有發力，要不然這個雜種早就魂飛魄散了。不可能，本尊乃半步仙人，天上仙人不涉凡塵，在這世間，本尊就是唯一的仙人。丫頭，那老東西是不是給你吃了造化丹？造化丹？給。你是說這種金色的藥丸嗎？對，就是這個。哦，師父給我的。味道還不錯的。該死！憑什麼？那老東西從來沒給過我。你這個廢物，你憑什麼？爹，什麼是造化丹？這個，魔主大人提過，此丹能取諸樣，皆能使肉身大進，其為之盛，甚至遠超大部分登峰造極、境大圓滿，甚至連半步陸地神仙也無法破防。世間竟還有如此神丹！
凭什么？凭什麼他能得此造化？他不過是個毫無內力的賤種。倘若是我得此丹，豈不早日修為大成？哎，還真讓這個雜種得了機緣。死丫頭，別得意，看本尊用噬吞訣將你煉化成丹。秋寧雖肉身強悍，但也扛不住噬吞訣啊！秋寧，秋寧，秋寧，滚開！丫頭，就等着成為本尊的養分吧。叫吧，等會兒你就只剩下骨頭渣了。快放我出去！不对劲，手我怎么像在按摩？眼皮好沉，再眯一会儿。魔主的噬吞訣，連玄鐵都能化作鐵水，即便它是鐵打的，只要7息49天，就會化作飛灰。娘，快想辦法救您他！阵法被魔主掌控，我們無能為力。現在，秋寧也只能聽天由命了。魔主，不怕犯了仙法嗎？仙法藏於金猴劍之中，受天道守護，不會有損，唯一會燒成灰燼的，是你在乎的小娘子。之前還能留屍首，現在等着被煉化成丹吧。廢物就是廢物，哪怕得了機緣，也守不住，到頭來還不是成了他人養料？你們勾結魔人，讓北域深陷火海，乃是千古罪人，我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。這麼想做鬼，這就送你們下去。秋寧，秋寧，秋寧，居然沒有煉化成丹，真是可惜了那枚造化丹，居然跟他一起化作了塵土。秋寧，你醒醒！秋寧，秋寧，我的好女兒！嫂子，你醒醒！我以後再也不跟你叫板了。前輩被燒成煤炭了。既然你們這麼有情有義，老子送你們一起下去陪他吧。夏淵，動手！是。我們做鬼也不會放過你。柳沁，活着才是勝利，死人只會成灰。父臣，不可！我殺了你！父臣！仙法就藏在這金猴劍之中。小子，之前我廢你雙腿經脈，是想留你一命，沒想到你如此不珍惜。若不是你下毒，真以為能贏我？還在嘴硬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送你去見閻王。夏秋寧，我們來世再見。
傅成，你干嘛丧着一张脸啊？你还活着？你刚刚是哭了吗？没，我没有。我看见了，你别偷偷抹眼泪。秋宁，你刚才吓死我们了。前辈，你没事就好。刚才实在是太惊险了。我没事，大惊小怪的，我只是睡了一觉，而且这一觉睡得还很舒服。不可能！你竟毫发无伤，竟从本尊的阵法中活着走了出来。你这个阵法是什么？暖暖的，我这一觉睡得可舒服了。嫂子真是乐观。口出狂言！你只不过是侥幸活下来罢了。不可能有人侥幸的活下来。本尊现在就杀了你，就没有人能从本尊的噬吞绝阵活着走出来。大家小心！不可能！你经受噬吞绝阵灼烧，肉身不但没有变弱，反而变得更强大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没啥感觉。要不让我试试？哎呀！你们看，这火淬肉身居然让我变得更强了！一掌，嫂子居然一掌把魔主给打飞了！没想到你还有这招。我就说嘛，能接住噬吞诀还毫发无伤的人，末世仙人是什么？这绝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，他一定是藏了什么法宝，不然他不可能伤到魔主。别再自欺欺人了，你就等着受死吧！就是，现在后悔啊，晚了。本尊乃是身具仙力之人，怎么可能受傷？死丫頭，到底用了什麼手段，如實招來？別血口噴人了，大家都看見了，我剛剛就是徒手打的你，只不過是你太弱了，就你還敢自稱魔主？你欺人太甚！魔主，一定是他的肉身被火焰淬煉得更純粹了。此乃用鬼神魂魄、萬人之血餵養的魔符，今日本尊就用它殺你，也是你的福分。還來，躲我身後。怎麼回事？這是什麼力量？力量竟然是仙力！不可能，絕不可能！怎麼這麼厲害？竟然連魔主都跪了！這個雜種，你怎麼有如此修為？連我的神通境都站不起來！這不可能！怎麼回事？我的雙腿怎麼不受控制了？魔主大人，下幽下冤，現在該輪到你了。秋寧，不管怎麼講，咱們都是自家人，有什麼話咱回家說吧。住口！你還好意思跟我提一家人？當年你派人追殺我，陷害我爹娘，你有念半點親情嗎？方才想讓魔主殺我，又怎會想到會有今天？當年是魔主拿命要挾我，我也是被逼無奈的呀。魔主在北域尋求前往，
我们是被逼着堂堂眼线的。都死到临头了，還滿嘴胡話，不知悔改。尿了，還真是個孬種。離遠點，別髒了你。青青姐，和我沒關係，這是我爹，是我爹逼我這麼幹的。帶去讓魔術電視的，全是他，跟我沒有關係。閉嘴！你這個丟人的玩意兒！你說我丟人，那去找魔術的是誰？青姐，你殺他，你就別殺我就行了。你看，你把我爹殺了。幼兒，我是你親爹呀！侄女兒，我想殺了他，我殺了你！我殺了你！夠了！我沒心情看你們父子倆自相殘殺，你們想死沒那麼容易。爹，娘，我回來了，我還把這對狗父子給抓了回來，我要讓他們以死賠罪。爹，娘，我回來了。孩兒不孝，這麼多年都沒能來看你們一眼，但是孩兒現在修為大成，不再是一介廢人了。我也如你們所願，好好活着。而且，我還把這對狗父子給抓回來了，我要讓他們以死賠罪。大哥大嫂，我是畜生，我不是人，我罪該萬死。你們家當初對我這麼好，我竟豬油蒙了心，我還勾結域外魔人，竟只為了篡位。我該死，我該死！我該死！求求伯母在天之靈，饒我們一命吧！求你，你就放過二叔吧。我們自廢經脈，永遠離開北域，再也不回來了。對，我們自廢經脈，再也不回北域了。不回來，可是我爹我娘永遠都回不來了。爹，娘，求您為你們報仇了。弟子拜見師尊。秋寧，大仇得報，也該隨為師回山修煉了。嗯。